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李慧啊，李慧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安怎？哎，钱嘛，紧嘞，你紧来看一下。李慧啊，你是有安怎无哈？李慧，我流做多水，我出惊。哎呦，钱嘛，水皮破啦！王啊，紧嘞啦，你紧倒来一个啦！哎呦，较紧嘞啦！李慧，你生呀啦？紧，你紧叫一台车。不是啊。嘿啦。哎呦，钱嘛，紧，你紧去看一寡物件，会买用的，较紧。哎呦，太安尼水皮先破啦！李慧啊，你免惊哈，我甲你妈妈吼会好好照顾你，哈，你免惊。车来啊，车来啊！哎呦，王啊，你若叫一台车，你叫几波啦？哎呀，我车不要对啊，我来快点。啊来啊，小啦，我来啊，姐嘛，赶紧快进来，来。李慧啊，你回家啦。来便宜啦，来。王啊，会记得敲电话吼，先到家出啊哈，啊无免收哦，啊会记trả钱啊。我知啦。我出惊，你莫离开我。李慧，我袂惊，妈妈在你身躯边吼。李慧啊，你放心啦，阿母甲你妈妈拢伫遮，会好好照顾你，你放心吼。来，恁两个伫外口等，好。钱嘛，来遐坐一个啦。啊，李慧吼，你头前哦，毋知等偌久才会生咧啊。我袂忝。哎呦，袂忝啊，坐咧休困一下。李慧若说哦，咱两个哦，倒摊大无用啊。来坐啦，来，坐咧才休困一下啦。哎呦，你看看，钱嘛，你看看咱两个啦，啊一个讲要出来讲连衬拖也穿出来啦。哎呦，无差讲咱两个有经验，后生过囝。啊，碰到这种代志吼，煞规个拢无啥啦。唉，天下的爸母，永远就是为着伊的囝儿在操心。就算讲伊即马已经大人，做别人的爸母，伫咱眼中，永远就是囡仔。你有是死啊我？哎呦，哪有遐尼紧着啦？头前啊呢，上海无嘛还阁等几2点钟久。阿春啊，你也来啊？天做人咧。啊，伊脚就无方便，我今日等陪陪小宝啦。快点来嘛，无就斗3工啊。这一位是吴美惠的先生。我就是吴美惠先生的老爸啦。哦，安尼吼。毋知有啥物贵事哦？你迄吴美惠吼，伊吼胎位无正哦，可能无办法家己生哦。医生是建议讲叫伊开刀哦，你爱签一个，是这
手术的董医师。哦，安尼啊，好，嘿安尼你请坐坐。下面这，嘿，安尼好啊。嘿，好，安尼使，嘿。请小红姐哈，啊，阮媳妇唔走要紧。医生会甲伊想办法，免紧张哈。啊，多谢。歹势，这董医生应该是你来签哪点？我煞大主大意甲你签。查甫囡仔哦，吼，嘿，啊，这样离啊，恁休困，等下倒去病房，啊，恁等下甲看。好嘞，多谢。哎，多谢哦，来身边，哎，看起来啦哦，多谢。来给阿姐哦，哎，你讲你真难赚查甫的，对啦，啊，你无该我讲。阮小妹就生囝，伊拢去病院照顾啊。对啦，今日去吃螺丝锅，今日半个犹太哦。安尼啊，哎，可以哦。好，多谢。好意思啊，正讲要甲你恭喜啊。来哦，这就讲安尼。多谢。哎，小姐啊，小姐，来，不管你，好，你来，阿哥，哎，我这边请你进来。哦，变啦，来，开始啊，多谢哦，多谢，来，啊，哦，你慢慢用，哎，对了，对，阿囡仔名你想好未？阿伯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啊，不过丽玲是我的亲小妹，我袂用破坏伊的家庭。搁再讲，丽玲真紧就要替明辉生囡仔，伊的囡仔才是庄家真正的子孙。我乱讲啊！你咧讲啥？伊死的囡仔是庄家子孙，敢讲你死的都袂死相？李辉啊，你敢真是遐样扭子，看这个囡仔死了，就变成一个夫不祥的私生子。你敢互一世人希望起笑，是将老眉头上头咧也袂停。我过去安尼啦，李辉啊，你若要去甲囡仔报户口的时阵哦，我搀你去啦。啊，若囡仔的老爸吼，过去保护我。爸啊，你讲嘛无毋对啊，迄囡仔袂使无老爸啊，我会干我一世人呢。看你要点的！现在阮庄家囡仔是敢死哦！你想讲你的死心歹笑，乱来你！我甲你讲啦，凡是这个囡仔生落来到地吼，就是我庄栽王第一个孙啦，这是啥样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啦。爸啊，你安尼讲是无毋对啊，
但人的囡仔报户口哦，爱亲生老爸出面才会使啊。啊，你是囡仔的阿公，人哪有可能相信你，互你替囡仔报户口呢？等出院了后，我会亲身去替囡仔报户口。阿伯，你是囡仔的阿公，这是永远就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虽然囡仔暂时只会当缀我的事，不过我会教伊，爱伊好好友好恁两个老大人。只是求你莫甲明辉讲，互明辉歹做人，嘛互丽玲伤心，好。我是会做袂用的法律啦，讲好人讲家己搬在摊顶面啦，啊一个伫遐讲吼，甲明辉细汉时阵是共款古水啊，啊一个伫遐讲吼，较想美惠啦，我甲看半工用无要对我倒转来的。哎，对啦阿伯，啊迄美惠的囡仔要号啥名？你想好啊未啊？阿伯，你是囡仔的阿公，你替囡仔号一个名好毋？张明辉，嫂啊，车夫无见，天做遐伤有较好无？多谢你的关心，已经好真济啊。嫂，你找我是有啥代志？我是想要向你探听美惠最近的情形。美惠，你哪会突然间走来问我美惠的代志？我知影我无资格搁再讲啥物，但是昨日暗我做一个噩梦，我梦到伊咧叫我。啥？你梦到美惠哦？梦中的情形我记无啥会清楚，毋知是受伤还是撞着啥物意外。伊规面看起来足痛苦的，一直叫我爱甲救。嫂，我知影我甲美惠这段感情已经过去啊，是我对不起伊，先甲别人结婚。但是我是真正咧爱美惠的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你。假使若会当去重新来过一摆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护伊，陪伴伫伊的身躯边，永远就袂甲伊分开。嫂，你对我讲啥物？你讲你相信我讲的话，你相信我是真心咧爱伊的。恁两个吼，根本就是天下上爱讲的戆呆啦！啊，明明都爱甲爱对方，啊，啥物人都唔起先开嘴。哎呦，恁到底是比啥棒啊？你讲啥物？你讲美惠搁在爱我？伊无怨恨我，我拢会去爱着别人是无？你是讲你袂甲天走恋来的代志咯？哎，你望你家己的良心讲啊！你敢真是相信伊会甲天走后白来？其实迄摆我袂出嘴以后，我就后悔啊。天助兄确实是一个正人君子，美惠更加无可能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。当时我一时糊涂，佮拄好撞着我阿爸的工厂出问题。虽然到尾仔我也无得受气啊，不过我一直找无时间来甲解决。想袂到后来，代志煞会变成安尼。我也已经娶丽玲啦，对美惠的爱，我敢若会当永远下伫我的心肝底。嫂，我知影我有答应你，袂搁再去搅扰美惠未来的幸福。也毋过，若是伊真正有碰着啥物困难，我拜托你一定爱甲我讲，互我尽一点仔心好唔好？我毋敢讲要搁要求啥物，我干那希望我会当静静啊伫暗中来甲帮助，安尼我就足满足。恁两，哎呀，这是要叫我安怎讲啊好啦？嫂啊，是毋是美惠真正出代志啊？你紧甲我讲啦，伊到底是安怎？伊有好好无啦？伊真好，已经替你是一个后生啦。就是昨日暗生的啊，因为伊的胎位无正，
所以哦，伊食足侪苦的呢。后来哦，我搁听何寿小姐讲，伊要生的时阵哦，一直咧喊你的名，想袂到你竟会当感应着。因为巴肚内囡仔是我的。是啊，照时间来算起来，伊有心哦，是伫咧搬去阮厝以前的代志啊。迄当阵我搁误会伊甲天祖有啥物无清白的关系。天才也知这个代志，伊开无甲我讲呢。啥物人讲无啊？伊去恁厝找你，你不但无要听伊讲话，而且搁甲伊拍到我才叫回倒转来。后来哦，伊嘛是搁去找你滚阿笨啊，要毋过恁爸阿母拢讲你无伫个啦。米未了阵你是条工无爱记，所以哦，伊毋着才对伊足死心的，无想要甲伊有囡仔代志甲你讲啊。我足该死，我根本就毋是人。你为即摆人伫倒位？你紧带我去，我要见伊，我要求伊原谅我，拜托的啦。是你，李伟，是我来看你啊。为即摆开始，我袂搁再离开你啊。你是连黑白讲啥啦？你紧走啊！若是互人看到你伫遮，安尼就害啊啦！我唔管，因为你听我讲，以前拢是我糊涂，我无应该来误会你。我若想到你为我食安尼济苦，我就足恨我家己的。请你随离开遮，若无我是要叫人赶你走。李慧，红叔小姐，红叔小姐。李慧，你莫安尼较冷静的好唔好？李慧，我知影拢是我唔对，我错我实在足离谱的。我拜托你，我一个机会来补偿你好无？你这唔讲呀？你要摕啥来补偿李慧？阿爸，讲啦！阿伯，你叫伊走，爸爸想要去。李慧啊，这恁妈妈煮的鸡汤哦，这样太少来食来。阮妈人呢？伊怎无来？伊即摆甲你阿吼，伫囡仔房咧看红衣啊，随时都来。哎，无要紧走。阿爸，我歹走，李慧囡仔是我的啦，你即摆就知晓。你已经是死对面。等下，李慧老母，甲你老母拢袂来啊！你是要用啥物未来记？哈？你紧走，紧走！我拜托你，我甲李慧讲几句话好。别啦，你走啦！阿爸，李慧，李慧啊，我喙忍着即摆哈。李慧，你免叫啦！行啦，李慧。阿爸，我知影你甲妈妈拢唔肯原谅我，但是美惠的囝嘛是我的囝，你想要歹互我看我家己的囝，准这是一万年嘛好。阿爸，你互我看我家己的囝是生在什么款好？看无路用啊啦！哈，你即摆是啥物身份？你有啥物资格通甲这个囡仔讲你是个老爸？哈？哦，我唔知是安怎想。咱生这款无情无义、欺骗查某囡仔感情的，唔正经。我承认是我对不起美惠，但是迄阵啊，我真正唔知影讲伊已经有心啊。我若是知影，我绝对袂做出迄款无负责任的代志。讲这都是好听话啦。当时你甲会发生关系时，就应该会知影会有种代志发生啦。一个查某囡仔人的命才是偌尔重要，你知影无？美惠为着伊，还未结婚就有囡仔。这几个月，伊身体上、心理上所承受压力，是我亲目睭看到。有当时啊，我恨不得当讲我家己来代替，通互伊来减轻这个委屈，偏偏这个查某，
看起来是真温柔，其实是偌尼坚强，你知影？伫阮这两个老的面头前，永远都表现甲足冷静迄款的，我甲你老母看着就心愈疼。唉，我干会当讲，我庄在乎袂落福。有这个优秀的查某囡仔，袂当做咱庄家的媳妇啦。阿爸，你免阁讲啊，美惠的故里并无对。即马你某这要生啊，假使你这个时阵来找美惠啊，一天会增加恁三个人的困扰甲伤心尔啦。你有假是倒转，好好去对待恁某，我会替你来照顾美惠甲这个囡仔。阿爸，是毋是我若是甲丽玲离婚，你就答应我甲美惠做伙？你讲啥？你要离婚？无毋对，我即马就要转来去甲伊提出离婚。你凭啥物？伊无做毋对代志哦，哈！你哪会用看我要离婚就离婚啦？我才想拢无咧，恁从这婚姻当作是啥物货啦？哈！我甲你栽培甲读到大学哦，你车骹头你脚趾免行？无啊！你当这婚姻是囡仔咧办公家伙啊？哈！当时我是安怎办苦，叫你毋通甲伊结婚？你贪着人的财产，无要听我话无答应，连爸囝情分都无顾，安怎？安怎？结婚都无几个月，你就咧反悔啊？我都毋是贪着伊的财产才要甲伊结婚的啊！你即马讲这拢袂完，看伊伫，你就倒等于去做你的董事长啦。我甲恁老母有美惠伫。对啦，生活虽然无甲人快活来讲啦，也毋过阮真快乐啊！我足介意这款日子啊！坦白讲啦，你即马吼都用我较早的工手要来送我吼，我也无咧稀罕啊啦。